大熊选手好像想用搂抱来拖延比赛，但青隼选手完全不给他一次喘息的机会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胜者青隼。青隼选手维持了自己的优异战绩，祝贺他向着命运之门又迈进了一步。活下去，好好活下去，我的女儿。